北門位佇咧沿海地帶，土壤富含鹽分，而且離野溫差大，所以當地出產洋香瓜哈魯甜閣脆，口感完全無輸外國香瓜，是地方亮眼的農產品。為推廣優質在地農產，北門區農會12月6號將舉辦北門洋香瓜產業文化活動。哈魯就喜歡北門的品牌，伊是一個祖囡仔，是代表伊刻苦耐勞。因為阮鹽分所在吼，風吹日曬，所以阮的花仔生會特別好食。就拄仔科長有講嘛吼，阮的日夜溫差大，然後來個阮是鹽地，所以說我們的哈密瓜已經算在台灣省這個品牌已經很響亮了。不止推廣洋香瓜產業，更創造農產品附加價值。今年活動甲儕間品牌合作，參像是馬古茶坊、紅宇生技、世新食品等，呈現這種農業跨界合作組合。把哈密瓜創造更多的產品，讓它能走入消費者的胃中。那因為這次真的很感謝馬古茶坊啊，因為他們真的算很情義相挺，特地為了我們北門區農會來做這個哈密瓜特調。也只有在北門區農會你才可以免費品嘗。你去他們門市不要，我最怕就是造成人家困擾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宣傳一下，不要去門市要。禮拜六，這個禮拜六12月6號來我們水晶教堂，我們現場會發放這個哈密瓜特調，大家喝看看。北門洋香瓜好，中央地方攏學了，共同來推薦北門的哈魯。國內的民眾可以在產季的時候吃到這個新鮮的洋香瓜，那不是在產季的時候也可以吃到各式的加工品。那我們那個國人真的很有福氣啦。過年要到啊！所以我拜託咱全國朋友，下晝阮來北門買阮的洋香瓜做伴手禮，絕對袂互你的漏氣的啦。因為阮的今年的瓜仔大粒佫水，送禮一定做民主的。每一檔我要到啊，我攏會記得，咱愛來北門食哈魯，咱在北門叫哈魯雖然有較貴足濟，但是物有所值。北門洋香瓜產業文化活動，6號將佇咧北門水晶教堂熱烈開賣。現場除了哈魯會當買，嘛有30多擔各式各樣農地產品現場設檔，好食好飲又閣好買。北門區農會歡迎大家做伙來。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。